统一赛落尾是7比3拍赢，摕到今年顶半季的冠军。这是统一赛第16座季冠军，嘛确定有资格去拍季后赛。摘球出手，3垒方向拦截之后，稳稳的传1垒。 聊聊最后一个出局数，统一赛球迷伫咧岛边外境，但是感觉式嘅彩蛋，庆祝摕到2023年中华职棒顶半季冠军。李国涵伫咧新庄球场对富邦，统一只要赢就让家己红红。第3局顶半局第3棒所底嘅先来一支 home run， 打左外野方向的飞球非常深远，一去不回头。 所底嘅这季第9支 home run 是拍破阿两嘅阳春炮，好赛队先提分。第4局顶半统一赛各有攻势，3支安打加对方手臂失误，各摕2分。这一球被带起来，在中间方向出现了平飞安打。虽然富邦下半局也靠安打摕到1分，拍破阿两，不过统一伫咧第9局顶半局，各摕到3分保险分。比赛结束7比3赢，摕到今年球季顶半季的冠军。春训的时候我不在，他们努力的。 为赛季准备，虽然我们开季不是很顺，但不断的告诉选手，有一天我们一定达到目标，不要放弃。这场比赛统一先发杨投胜骑士，到8局只个拿61分，摕到这季第8胜。 也被选做单场 MVP， 赛队的杨投战力真稳定，顶半季贡献21胜，摕到240局，拢是5队内面上好的。团队的手臂胜过这个拿41遍，排伫咧第2组，靠着优异的投甲攻击的战力，统一也摕到第4、第16座季冠军，是史上第2座，这么也称摕到今年中职季后赛门票。记者综合报道。